我刚看这本故事书，里面的一对兄妹因为迷路了，差点被吃掉，我好害怕哦。哪一天我也迷路了，该怎么办啊？迷路，那就去找圣诞老公公啊！迷路都跟圣诞老公公在一起嘛。梦梦，你好无聊哦。Hello， 梦梦小蜜，你们在聊什么啊？彤彤姐姐，梦梦好无聊哦，我在担心迷路怎么办的事。她还在那边讲冷笑话。哎呦，我在缓和气氛呢。原来小蜜是在担心，如果冲最雷要怎么办是吗？冲最雷，冲最雷就是迷路了的意思啊。如果冲最雷，千万不要慌张哦，你可以找人问路啊。呛温用板行，请问怎么走？这样子就可以到你想去的地方喽。如果真的搞不清楚方向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找大人帮忙。重点是千万不要慌张。冲最雷，迷路了。冲最雷，迷路了。猫猫，10分钟前就叫你来帮忙收拾，怎么这么久啊？我刚刚冲最雷啊！在家里还会冲最雷？怎么可能？对啊，我们家好大哎，一不小心就冲最雷啊！那我以后在你身上绑一条线好了，需要你的时候就拉你过来，这样就不会冲最雷。呛温用板行，请问怎么走？呛温用板行，请问怎么走？妈妈，去厕所呛温用板行。走到客厅，再向 U 片走啊。那去厨房呛温用板行。就先往右片，再往 tail 前走啊。彤彤姐姐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你画地图啊，以免下次你在家里又冲最雷。冲最雷，呛温用板行。2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